台中的警方是破一个暴力讨销的集团，抓到主嫌等等总共16个人。因会到被害人所开的餐厅，以霸占倒啊位的方式，让顾客唔敢上门，逼这个股东来还钱。也若无，就是到社区大楼的公共区域，同款是霸占座位来恐吓。 压迫这个管理员，来付和解金。若是无照因的话去做，就会甲掠去修理。非得咯，就是无咧惊半人，袂输无政府的共款，非常的恶质。你在车上啥？穿嘞，你要大声啥？原叫大声咧话，因为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甲一群人伫社区大楼的公共空间占条咧，拢无想要走。我就穿乌衫嘞。 警察来，因嘛唔惊，因为其中一个人甲社区的管理人员发生纠纷，事后这个集团就甲管理人员要求真悬的和解金，不过管理人员提袂出来，因一群人就坐伫遮霸条咧威胁兼恐吓。另外，这间餐厅嘛是2个股东有遭无纠纷，其中一个股东就找这群人来霸道讨销，明明是营业时间，因占2块多，拢无点菜。 袂输凶神恶煞，佮威胁讲要头家好看，想要入来消费的人客看到这款情形，根本就唔敢入来。头家真无奈，无法做生意，只好报警来处理。肖全与多名共犯共处暴力犯罪集团，平时都在自身架杠压低，并小利各种欠款的名目向被害人实施敲诈勒索。如遇被害人不从，除暴力相向外。 并前往被害人的住处或工作场所进行骚扰，强占营业场所，使被害人无法消费。依照警方调查，发现这群人是以细小查甫人为首的暴力讨销的集团，以霸道方式恐吓被害人。被害人若不从，就讲压走、讲拍，并且逼签本票。警方抓到主嫌到因兜去搜索，抄到抗买本票、卷仔、甲笑谱等等证物，所以讲将主嫌甲这共党的总共16个人。 依照涉嫌妨害自由等等罪嫌移送侦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